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咧叫做極致家，有個 W 字咧就係同股不同權啦。咁就公司方面喺北京為基地，係做一個自主移動機器人咁嘅業務嚇。咁當然啦，亦都符合市場而家熱炒嘅主題嘅。6月30號開始招股，7月4號早上9點半截止認購。上市日係7月9號嚇，發行價格16.8蚊。入場費3300蚊多啲，集資額咧就係23個億多啲。咁基於都係同一個叫做人工智能機器人相關啦，大家亦都不妨可以試抽睇下有冇短線嘅有利可圖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